大家好啊！我見呢來過呢南丹我，前日天呢老闆要貨，大家看看做安檢啦嘛。我見嘢嘅唔會有隻戰出來啦，簡簡單單做啲出來。大家看看做安檢啦嘛。大家看清楚哈，其實而家夾副長嘅嗬，大家看看，前面堂哥係幾片呢？即係泰安嘅，夾片太片嘅。片愛奇峰，片愛奇峰啊！大家看清楚，係要龍流步車嘅喎。大家看清楚嘅龍流，步車呢 logo 嘅，差唔多就樣啦，就上面看得啲咯，安愛奇峰喎，大家看清楚喎。大家看看做安檢有冇嘅添，跟住就見到嘅唔會用出來啦。到時呢老闆呢就給付款嘅。大家好啊！我覺得前面就反轉起身前面大家宣傳下，大家看看做安檢咯嘛，嗰啲我服主要服啊，南丹嘅南丹相關店嘅，看下老闆講呢啲叫風水嘅啲啦，大家看啊，現在就那個位置啦，現在那個位置。大家看看幾碼新鮮，大家看啊，看下新鮮，大家看下新鮮嘅啦，要用我，大家宣傳下玩嘅，呢邊呢泡芙餅嘅。呢邊係青龍坊啊，慢慢嗌走啊，青龍坊做乜大家宣傳下啦？其實青龍坊嘅，女堂曲小氣豪烈噶。嗰半年 K 啲呢，又泡芙加案嘅，泡芙加案嘅。黐車幾多個紙幣啦？唔係就泡芙餅做乜大家宣傳下啦？泡芙餅嘅，大家看看嘅淺炒嘅片，大家看看啦。淺炒嘅片即係雙嘅片先，片愛月鳳，
大家欣賞下環境啊！其實乾隆坊嘅左邊嘅堂區左邊嘅，大家看看幾環境，佢要實啲用喎，佢太平嬲啦。大家欣賞下環境喎，隔壁係乾隆坊啦。大家看看做安檢路嗬，老闆呢南單上關鍵㗎，風雪講服歡講人歡嘅。大家看看做安檢路嗬，見咩泡湖邊嘅回覆。